票法院接納證監會嘅提證，認為支持嘅股東投票有信票成分，並足以影響到私有化嘅投票結果，法庭有可能要求推倒重來，要再次召開股東大會，重新就私有化進行表決。無線電視記者余志報道。永亨銀行舊年中有意引入中國人壽，但由於證監會裁定會觸發全面收購，最終未能夠成事。證監會收購合併委員會喺舊年8月20號裁定，永亨大股東馮氏家族同中國人壽分別向永亨主要股東紐約銀行收購5%同1成股權，會觸發馮氏家族向股東提出全面收購。由於當時事件涉及機密同價格敏感資料，證監會應當事人要求現時公佈裁定。美國消費者信心指數跌至歷來最低，2月份指數跌至25，係1967年有紀錄以嚟最低，亦都遠差過市場預期。數據顯示，喺失業率上升嘅情況下，消費者支出將會減少。另外，美國樓價亦都持續下跌，舊年12月樓價創歷來最大跌幅。調查顯示，美國舊年12月嘅房價按年跌18.5%，係歷來最大跌幅，按月就跌2.5%，兩個數字都差